韻同埋李進區所扮演嘅係 Overlord 不死者之王裏邊嘅兩個角色，分別就係夏提亞、布拉德弗倫同埋咧安茲烏爾公嘅。咁我想特別咧介紹一下呢個骷髏頭喎。咁一個骷髏頭咧就係用一種咧叫做熱塑膠嘅材料咧所造成嘅，都係由參賽者咧自己親手做㗎嚇，唔係咧出邊街咧現成買一個翻嚟加工㗎。好啦，俾啲掌聲，8號嘅參賽組合盧思韻同埋李進區。邊個咁夠膽入嚟我嘅地盤？如果你而家選擇逃走嘅話，我都可以放幾條生嘅。唔好同我講笑啊！我嚟呢度係為咗救我嘅同伴嘅，你到而家都未表露你嘅真面目，唔通你淆底啊？我心藍意黃啊，驚你？我而家就俾你睇下我嘅英招啊！又點啊？我哋快啲決一勝負啦！使用課金道具，呢個道具係喺寵物小精靈合作活動當中活咗689次先抽到嘅精靈球。好啦，精靈球！必須打敗你，先可以令你恢復意識。咁我先下手為強啦！超偉魔法，天空墮落。我知係啊，我真係好痛啊！既然我受到你嘅攻擊，我就全力以赴去擊敗你啦！魔法最強化，赤光分身。魔法三重最強化，反雷電擊。唔通我要魔法對你無效？唔緊要，試我嘅神聖魔法啦！魔法最強化，閃耀光輝。安子大人，你已經冇晒 MP 再出魔法啦，終點同我打！太睇小我啦！發動魔法，完美戰士。點解你可以做到世界冠軍呢一套規格嘅？你唔好問咁多啦，接招啦，馬提亞！你當然知道我嘅敵本長槍可以收對方嘅生命啦，埋身嗰次你係唔會夠我打㗎啦。安子大人，而家你嘅 HP 已經所剩無幾啦，受死啦！受死嗰個係你先啱啊！發動預先埋伏嘅課金道具，生命值交換。點解我可以做乜嘢㗎？因為我係安之烏爾公，發動技能次元斬。咦？安之大人，點解你會喺度嘅？啱啱我做咗啲咩啊？太好啦，夏提亞，你終於冇事啦！我哋一齊返工會啦，大家都等緊你返去㗎。我唔知發生咩事，不過係嘅，安子大人。唔該晒8號嘅參賽組合盧思韻同埋李進區。